最新的剧情中，范闲担任春闱考官，正是对抗古代科举制。对于来自现代的他，决定要大闹一番。那么最后他要的公平得到了吗？在这次事件中，他收了4大徒弟，这些人后期又都帮了他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在抱月楼的事情结束后，也就迎来了下一个事件的发生，那就是庆国春闱科考的举行。这也是范无救生前一直希望参加的春闱科举，也就是百姓民入朝为官一步登天的捷径了。所以每次庆国的科举举行的时候，都有着不少的学子前去参加。这次的春闱科举也依旧是如此，并且在这次科举考试的时候，范闲也在那群学子中收下了自己的4位学生。陈萍萍说过要让范闲去培养自己的人，单是王启年和邓子越还远远不够，甚至一处交给范闲也依旧是不够的。范闲需要有真正支持自己的人，尤其是现在官场之中，几乎没有人愿意跟范闲走得太近。赖明成就是前车之鉴，所有的京都官员都躲范闲，躲得远远的。范闲想要在官场中培养自己的人，以现有的官员进行结交是不可能的了，所以范闲也就选择在参加春闱的学子中选择。这些学子一旦高中，那么就是庆国中的新鲜血液，并且他们刚进入官场之中，也不属于任何的势力，范闲是很好进行培养的。不过在众多的学子中，挑选出有能力有前途的人，对于范闲来讲也是一大麻烦事。范闲在路过一处学子们落脚居住的客栈，在楼上听到了有些学子争吵了起来，其中有4人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跟学识，这4人便是侯继常、石产力、杨万里和程嘉林4人。在争吵的过程中，侯继常4人是各自引经据典，说出了当下庆国最为值得关注的事，甚至也不畏强权，当众指责了范闲。如此胆量和气魄，加上学识出众，让范闲成功看中了4人。刘藏书里有说，正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，这儿没有。12，哎，来份烧鸡，来份牛肉，来壶酒。相识就是缘分，咱俩喝一杯。一半真当谢了。在范闲见到4位学子后，也当即对4人表达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并且告诉他们自己有意收4人为自己的学生。其中侯继常听到能够成为范闲的门生后，是第一个答应下来的。凭借范闲的力量，入朝为官后，侯继常也能够获得很大的助力。而其余的3员在看到侯继常答应后，也同样答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范闲一下有了4位门生。当时范闲也被庆帝指派为了春闱的考官。就这样，4人便去参加了春闱。本来众人也认为身为考官的范闲是会给自己的学生放水，但没想到最终只有3人成功考中，那就是侯继常、杨万里和程嘉林。至于石产力则是落榜了。范闲依旧是保持了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有能力考中的自然是最好，但没有考中的人范闲也不会嫌弃。之后范闲也按照了自己之前答应的事情，利用自己的权力帮助3人获得了一些官职。程嘉林和杨万里2人被范闲派出的京都之外为官，侯继常是范闲最看好的一位学生，便让他留在了京都之中。至于石产力，因为没有考中科举，范闲也无法安排石产力成为官员，所以便将石产力安排到了抱月楼之中，让石产力跟桑文一同经营抱月楼。抱月楼当时已经完成了改革，在范闲将如何经营抱月楼交给了石产力后，石产力也没有拒绝，跑去帮助范闲经营起了抱月楼。就这样，范闲的4位学生也都有了自己的职位。不过范闲也没想到，自己最为看好的侯继常是唯一一个背叛他的人。当时范闲因为陈平的死，跟庆帝彻底的翻脸了，庆帝也毫不留情的削去了范闲手中的权力，甚至跟范闲有关的人也无一幸免。弃捐勿复道，立家参叛。当时程嘉林、杨万里作为范闲的学生，自然也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，原本的官职都被扒下去了。在贺宗伟带着人准备抓捕侯继常的时候，侯继常却直接反水背叛了范闲，投靠在了贺宗伟的门下。当年侯继常答应成为范闲的学生，就是看中了范闲的地位。如今范闲失势，侯继常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范闲，选择投靠到了另一条大腿上。对于侯继常的叛变，石产力3人也对他嗤之以鼻，但范闲却说这是侯继常自己的选择，并没有任何的错。只是侯继常却不知道，范闲即便是失去了明面上的权利，也不是一个小小的贺宗伟所能抵抗的。当时的范闲直接冲入了督察院中，当着督察院众多御史的面将贺宗伟杀掉，然后便进入京城中跟庆帝彻底的翻脸。尤其是侯继常也没猜到范闲能够在跟庆帝的对战中赢下来，所以最后侯继常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成为了4个学生中唯一一个被杀的人。至于其他的3人，石产力是最为轻松的，
因为他掌管的抱月楼并不在打压之列，而程嘉玲和杨万里二人在三皇子上位后，也重新回到了官场之中。两人都是有才之人，可以让庆国更好的发展下去。就这样，三皇子也没有扒掉二人官职，两人依旧能够在官场中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并且作为范闲的学生，只要范闲有需要，那么两人也都会站在范闲这边帮助他。四人拜师并没有任何的错，奈何侯继长的眼光实在是太短浅了一些。好了，关于庆余年第2季的故事中范闲4的门生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